母親節嘅由來其實有好多唔同嘅講法，今次我就同大家講講兩個比較出名嘅母親節起源啦。喺好耐之前嘅英國，嗰陣好多窮人會俾自己嘅小朋友去有錢人嘅屋企工作，住喺主人嘅屋入邊，佢哋會一直喺度做嘢，直到 Mothering Sunday 呢一個星期日。喺呢一日，主人會俾佢哋放假，等大家可以返去同自己媽媽團聚。嗰日，呢啲年輕人就會帶住蛋糕同埋一啲小禮物送俾媽媽。傳聞呢個就係其中一個母親節嘅起源。當然，最有名嘅就一定係美國母親節嘅典故。大概喺1872年嘅美國，